喂，咋个啊？啊，瑶瑶的母哎，在谈1个亿的项目。Hello， 你好。等一下，我天啊，咋个啊？在哄哎，吓死宝宝了。不好意思。你刚才说的是中文吗？我刚才不是啊，我说的是温州话。温州话。你知道我是那个会说很多语言的人吧？所以我对那个很难懂的一个方言很感兴趣。要不然你教我那个温州话的几句话？浙江温州江南皮革厂倒闭了。就是我们温州人，他打招呼方式就比较特殊。日语的话就是こんにちは、こんばんは这样子。我们就一般就说，你吃了吗？你去哪里呀？你吃欧巴面。啊？你吃欧巴面。啊？你欧巴吗？你欧巴吗？你吃欧巴面。类似于这样。你吃欧巴面。发音很好，我觉得。真的？还有什么？就是吃了嘛，然后去哪里就是找鸟多啊。啊？对。找鸟多啊。找鸟多啊。吃欧巴面，找鸟多啊。真的是说得很不错。真的。浙江温州江南皮革厂倒闭了。如果我以后去温州的时候，我想用温州话点菜，店员就会问你说想吃什么嘛，然后一般就点一些比较有特色的温州菜，比如说锅哈蟹、鳗鱼、藕饼、荠麦、阿酱这类似的。阿酱？这是那个日本女生的那个名字吗？对，阿酱。对，阿酱。对，是这样子。一点都不像的发音。然后还有点餐点完了以后，就一般会来一个就是杯酒一本。杯酒一本，我猜出来了，杯酒是啤酒吧？是的。耶！杯酒一本。然后霸气的说，这样一看人家说，你酒量不错，因为温州人喜欢就是喝酒，喜欢酒量好的。老板，你的这？西餐呢？阿酱。荠麦。好的。杯酒一本。我家。浙江温州江南皮革厂倒闭了。温州的质量怎么样？如果我遇到小偷的话，我怎么办？遇到小偷啊？我估计你应该也很难抓到小偷，因为小偷速度太快了，你一转眼小偷都不知道在哪里了，所以你只能就是自己发泄一下，就教你2句比较常用的骂人的话，我就教你那个有一句最常用的，就是你拿个杯。你拿个杯。对，其实翻译成就是你拿个杯，你拿个杯。对，音就是你拿个杯子，就是你拿个杯。你拿个杯。对，还有一个就是不羁汉尼次。不羁汉尼次。汉尼？汉尼次，就是给你看的意思。分米吗？汉尼就是那个老太太的那个卖汉尼的汉尼吗？这个汉尼次的意思就是给你看的意思，那不羁就是那个巴掌，就啪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对，不羁。打你的。对。我天！你拿个杯！浙江温州江南皮革厂倒闭了。你可能不知道，但是我是传说中的单身狗。所以我真的特别想去温州，直接用温州话表白女生。尤其是撩妹，在那个表白之前，一般呢就是一定要会学会夸温州女生。夸温州。对，就比如说，哎呀，你鞋子真好吃哎。鞋子啥子啊？就是你长得真好看，或者是还有个更简单，就是你长鞋盒。然后说，你找女朋友可以不可以呀？可以不可以？应该是可以不可以吧？对，这个应该很简单吧？就是可以就是可以，对。可以不可以就是可以不可以？可以不可以？就是做我女朋友就是找女朋友。可以不可以？找女朋友可以不可以？对，这里可能会有一点点难，因为有个我的音，就是的音，可能就是鼻子发的时候会比较那个难发。
哦，你张写和啊？叫我女朋友高一副考的。你拿个杯。大家好，我是周深，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。如果你喜欢我视频的话，请大家多多点赞，多多分享。还有一件要麻烦你的事情，就是关注我，这样你可以收到新视频的通知。如果你想学日语或了解日本的话，请留言给我，我会找你感兴趣的内容做节目。除了这个栏目，还有直播，你可以跟我直接聊天，解决语言学习的问题，也可以感受日本的生活。好，那说到这里，那下次节目见，拜拜。